平時照鏡覺得自己身形睇落好瘦 ，BMI 又正常，去買衫嗰陣又係買最細，身體點樣睇都係正正常常啦，係唔係先？嗱，唔好高興住，試下用隻手撳下自己右上腹，如果覺得經常脹悶，甚至乎覺得好容易攰，咁你可能已經中咗醫學界嘅隱形陷阱啦。據本港最新數據顯示，全香港有高達25.2% 嘅成年人患有非酒精性嘅脂肪肝，比例高達1/4㗎。最顛覆認知嘅係，呢班脂肪肝患者入邊有接近40%嘅人身形係完全唔肥，甚至係屬於瘦底添。究竟點解會咁㗎？因為現代人餐餐白飯，好中意麵包當正餐，晏晝又會叫杯奶茶。呢啲精緻嘅碳水同過量嘅糖分，一旦身體用唔晒，就會神不知鬼不覺咁樣入晒你個肝度，令到你外表睇落好瘦，但係個肝就變咗好似嚿鵝肝咁樣。呢個病最陰險嘅地方就係早期完全察覺唔到㗎，但係如果由得啲脂肪繼續滲透，佢有15至20% 嘅機率會令到肝臟發炎，再慢慢演變成肝硬化，甚至係最嚴重嘅肝癌添。想要逆轉脂肪肝好簡單，由今日起戒咗每日有糖嘅飲品，將碳水 cut 一半，1個星期抽2日做有氧嘅運動。記住啦，外表瘦唔等於身體健康㗎，唔好等個肝發晒炎先至嚟後悔啦。